是要给你们旁边的朋友掌声吗？他们回来没有？好，因为刚刚才听到一个消息，就是今天有朋友的票券，写8点才开始的，不好意思哦，可能中间有一些沟通的，作业流程疏失这样。然后我们这边官方的公告的时间是7点半开始的。我是偶像，通常我会要求我的歌迷6点半就排队。如果是你是8点的话，大概你就7点就要来了。但还是有些朋友可能错过前面几首歌，没有关系，待会我唱完歌，你们就喊安口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们看我们可以安到什么时候？我们第7首没办法即兴啊，他们就固定的那些歌这样，我们就看舞娘啊，可以唱几遍啊，还是什么又在哪里可以唱几遍呢？接下来，这样有没有回到比较朴实的感觉？卸下偶像的包袱。我想要唱一首歌这样，然后前阵子，这首歌的作词人，就作写词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，日本人叫 Yuka。Aoki Yuka 青木优香，在台湾他也是一个作家，在台湾出了6本书，在上个礼拜他结婚了。民国100年真的是很好结婚的年，到时候会不会大家都就同一年都生孩子啊？不得了了，太多人结婚了，我都快被红包炸到快榨干了，都要他办贷款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钱到我翻了。好，我的朋友 Yuka， 然后跟他一起合作了一首日文歌叫 Solo， 他结婚了留下我一个人 solo。好了，唱这首歌。
脑壳。